各位聽眾網友大家好，今日同各位分享一單發生喺越南非常之離奇古怪，同埋令人難以解釋，而且不可思議得嚟呢，兼且亦都係非常之恐怖嘅。呢單絕對係真人真事嚟嘅，同時呢亦都有電影公司將佢改編成電影添啊！咁究竟係咩事搞到咁不可思議呢？喺聽落去之前，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同埋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朋友呢，希望你哋呢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咯，多謝大家先。當我哋有至親不幸咁離世，喺情感上邊，咁我哋呢就好自然呢就會流露出嗰啲對親情嘅思念同埋哀悼。呢啲思想同行為呢，都係非常之正常嘅自然反應嚟嘅。不過悲痛還悲痛，我哋絕大多數人都係非常之理性咁樣認識到人生就係咁噶啦，生老病死，既成事實嘅嘢呢，你係千方百計點樣都冇辦法改變噶啦。凡事嘅嘢如果係做得過咗火過咗龍嘅話呢，就會變質噶咯。以下所講呢件事件唔單止變咗質，直頭就可以講係走火入魔，亦都係非常之恐怖嘅添。喺2003年，越南嘅一個鄉鎮有一個女士叫做范氏湘，因病就去世。咁佢呢就留低咗有7個仔女同埋個老公，個老公個名呢就叫做黎文。自從黎文同個太太范氏湘結婚之後，佢兩公婆一直咧都係相敬如賓，非常之恩愛嘅。由於喺鄉下嘅地方咧有7個仔女要養咧，所以佢哋嘅生活係過得非常之清貧嘅。不過佢哋之間有愛情有親情，喺物質生活上清苦一啲，又有咩問題呢？正所謂你耕田嚟我織布。佢哋覺得佢哋過住神仙都會羨慕佢哋嘅日子，但係而家黎文睇住自己咁深愛嘅太太病重離開咗自己，對佢嘅打擊係相當之痛苦同埋沉重嘅。對亡妻非常之痴情嘅黎文呢，每晚佢都去到亡妻嗰個墳墓嗰度守靈，就算天氣唔好，翻風落雨，佢都照樣去到墳墓旁邊嗰度瞓覺嘅。佢呢種咁嘅行為呢，持續咗成2年啦。當時間長咗，佢唔單止冇改變到佢嘅行為同埋收拾心情，反而變本加厲。或者我咁樣形容係唔啱，應該係話佢越演越烈，將行動升級。原來佢帶埋工具喺個墳墓旁邊嗰度挖隧道，目的係想捐埋入墳墓裏邊呢，就陪伴個太太。佢呢個咁極端嘅行為，俾佢啲仔女發現咗之後呢，當然啦就係極力去阻止佢啦。但係你點樣勸阻，點樣阻止都冇用，佢係一意孤行嘅。終於有一晚，佢就將條隧道挖到去個棺材嗰度，然之後偷偷地打開咗個棺木，將佢亡妻嘅遺骸啊孭咗翻屋企。咁究竟佢想將佢亡妻嘅骸骨點樣處置啊？原來翻到屋企之後，佢就用一啲石膏、膠、水泥同埋沙整成一個中間呢係空嘅人形外殼，然之後就將亡妻嘅遺骸即係遺骨就放咗入去呢個外殼嘅裏邊啦。跟住落嚟，每一日佢都幫呢個石膏人偶換衫抹面甚至咧幫佢化妝，又不斷自言自語同呢個人偶傾偈，又餵呢個人偶食飯，佢自己又一齊食，亦都一齊瞓覺。佢呢種咁反常咁極端嘅行為咧，時間一耐就左鄰右里咧都知道咗啦，嚇到左鄰右里冇人夠膽接近佢，亦都唔夠膽行經佢門口啦。佢啲仔女見到父親咁樣咧，知道唔係辦法，亦都咧紛紛咧就勸佢，希望咧佢哋將亡母嗰個遺體重新安葬咁啦。
但係黎文堅決拒絕，佢仲堅持咁講：我同你哋媽媽嗰個緣分未盡啊！我而家咧喺度修行，要補償前世做錯咗嘅事啊！但係亦都有坊間傳聞咧，話佢其中有一個仔間唔中咧都有喺屋企陪埋佢老豆同埋呢個人偶一齊瞓覺喎。哇！呢個傳聞外界啲人聽到咧毛骨悚然，咁不可思議嘅事情傳到周街都係，咁當地政府又點呢？原來政府部門咧亦都好關注呢個事件嘅，曾經多次派人員上門去勸喻佢哋，都係要求啊佢哋可以再次安葬呢個亡妻，但係到最後都係冇辦法改變佢嗰個決定，搞到成個鄉鎮有啲人呢，就當然係好同情佢對亡妻嗰個思念，但係更多嘅人呢覺得哇咁樣真係唔掂啊，係非常之唔吉利，甚至咧會搞出嗰個衛生嘅風險添啊！搞到附近嘅人離遠見到佢間屋都暈路行。咁呢個黎文佢自己對自己嘅做法，佢又點睇呢？佢話：唉，自從太太走咗之後，我咧思念佢就變成係一種折磨嚟噶。我去墳墓嗰度瞓覺、挖隧道，都係因為想陪佢一齊啫，咁樣我都覺得咧，仲係唔夠親熱，所以我乾脆咧就將我太太接翻屋企啦，咁啊將佢咧就固定咗個形狀，咁啊等我自己瞓覺嗰時咧就可以攬實佢一齊瞓啊嘛。我相信我咁樣做咧，我係可以守護到我太太嘅，直到咧我都一齊離開呢個世界為止。其實有關越南葬禮嗰個習俗咧，喺北部民間就經常見到咧，就係3年就葬2次嘅。喺第一次下葬之後咧，大約3年到，咁遺骸咧就風化咗咯，就要擇翻個良辰吉日，又重新改葬過嘅。咁咧就要喺太陽未出嚟之前，咁避免咧陽光就照到啲骨頭，要由專業嘅師傅開棺。然之後咧就用米酒或者咧高度嘅酒精咧就清洗嗰啲骨頭，然之後就再放入去個金塔，重新就下葬咁啊。家屬咧就上香啦，貢獻祭品啦，就同埋金銀衣紙。咁有啲咧就葬翻喺原嚟個地方嘅，有啲咧就另外揾個新嘅地方嚟安葬嘅。呢一種挖起嚟再葬過嘅習俗咧本身咧都係合法，而且咧非常之普遍嘅，尤其喺粵北嘅地方，只係做法咧就非常之講究，就同埋咧衛生嘅。但係如果將遺骸長期咁留喺屋企個床上邊咧，咁就已經超越咗習俗嗰個底線啦，亦都係一種咧失去咗理智同埋非常之離奇詭異嘅做法嚟嘅。而另外有一單咧就類似嘅事件，發生喺泰國曼谷嘅。佢後生嘅時候曾經做過軍隊裏邊嘅醫療人員，咁學歷都唔低嘅，仲係一個受過專業訓練嘅人嚟添。而佢太太亦都係政府部門嘅職員嚟嘅。喺2001年嘅時候咧，佢太太係因為腦部血管嘅問題而過身，咁終年咧就係大約50幾歲。本來就應該火化或者下葬咁樣吓，但係咧呢位老伯咧實在唔捨得佢太太，於是咧佢就將佢太太嘅棺木直接就搬翻屋企，然之後就將棺木咧就放喺自己間房隔籬。由嗰一日開始，咁21年嘅時間咧，佢每日都同嗰副棺木一齊生活。佢嘅街坊好多咧都知道呢間屋有啲唔對路噶啦。外牆睇起上嚟咧，亦都破破爛爛咁樣。而佢間屋就有個花園仔嘅，但係咧雜草叢生，有時咧仲傳出一啲非常之奇怪嘅氣味。夜闌人靜嘅時候咧，當啲行人經過，都聽見咧裏邊咧有人喺度吟吟沉沉喺度低聲講嘢咁，好似係有2個人喺度傾偈對話咁。
但係實情裏面淨係得老伯一人獨居嘅啫。佢係有仔女嘅，但係咧啲仔女冇辦法接受佢呢種咁嘅做法，所以咧紛紛就搬走咗，剩翻佢就同埋副棺木喺間屋裏邊嘅啫。有人就問佢點解咁耐都唔將太太嗰副棺木火化呢？佢淡淡然咁樣答：哦，我太太佢仲未準備好啊嘛。好多年之間呢，呢位老伯一直就當佢太太仲係在生嘅。佢有時出完街翻屋企，佢就會同副棺木講：老婆，我翻嚟啦，或者唔使驚，我翻嚟陪緊你啊。不過隨住佢嘅年紀漸漸越嚟越老嘅時候呢，有一日老伯呢突然間唔知點樣靈魂開竅啊，驚覺到如果自己走咗，咁個太太咪永遠都困咗喺間屋裏邊冇人照顧，咁樣呢係冇辦法好體面咁樣作出一個告別嘅。呢個時候已經係21年後嘅事啦。咁老伯呢終於喺2022年決定行動，佢就聯絡咗當地嘅一間慈善機構，咁啊希望咧對方幫手。咁啊慈善機構嘅工作人員去到，發現嗰副棺木咧已經就變得殘破咁啦，啲木板都裂開咗。咁裏邊嘅遺體咧雖然就已經乾硬咗，但係咧都仲係算完整嘅。第二日佢哋就安排咗一場咧就由呢個寺廟舉行嘅火化儀式。咁啊當棺木抬出佢間屋嗰一刻咧，哇！成條街嘅人都圍晒上嚟睇熱鬧啊！因為咧21年嚟咧，大家都知呢副棺木一直都係留喺佢屋企裏邊，但係咧冇人親眼睇過啊，因為唔敢入去。啲人都喺火化當日，老伯全程靜靜咁望住嗰副棺木，火光紅咁燃燒起上嚟。咁啊有人咧就話見到哇嗰啲煙裏邊咧浮現咗一個好似女人咁嘅身影，向眾人微微咁點下頭。不過呢啲都係啲街坊傳聞，就冇辦法得到證實嘅。咁最後咧，老伯就將佢太太嘅骨灰帶翻屋企，仍然咧就放喺床邊。佢話咁樣我哋仲係可以喺埋一齊生活嘅。咁之後咧，慈善機構就幫老伯整翻好間房屋，即係維修好啊，重新咧又接翻啲電力。佢以前原來都冇埋電嘅，咁咧就清理周圍嘅環境。咁老伯感動之餘咧，亦都承諾參加埋佢哋慈善團體裏邊咧，去幫手做義工。咁啊算係替太太咧就行善積德啦。咁老伯呢件事情公開咗之後，社會嗰個反應咧就好大，有人覺得係一段非常之淒美嘅愛情故事，亦都有人覺得咧過於執着啦。唔少嘅人一講起呢件事咧，哇就毛管都凍埋，即係好驚咁啦吓。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吓，21年嘅堅持，最後咧就換到一個正式同遺體告別嘅儀式。咁啊，至少咧太太終於咧就可以得到安息啦。而喺印尼有一個咧就叫做蘇拉威西多拉查族嘅族人咧，佢哋嘅葬禮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咁咧就有2次嘅告別儀式嘅，同埋定期就將先人請出嚟，就一番梳洗，又換過啲新衫，甚至乎長時間咧就同遺體同埋一間屋，將遺體視作仍然在生嘅家人一樣看待。不過以上嘅案例咧，就唔等於合理化黎民佢嗰個做法㗎，但係可以幫助啲聽眾理解到東南亞咧唔少嘅地方對生死、遺體、祖先連結嗰個觀念咧，係遠比都市人想象嘅更加體貼同埋接近日常嘅生活嘅。咁啊講翻黎民呢單 case 啦，咁喺媒體咧多年嚟嘅不停走訪，咁啊年數嘅版本咧就有5年啦、
8年啊、10年，去到16年不等，不停咁樣不懈咁樣去了解佢點解唔下葬，而官方最終呢，亦都唔能夠迫使佢重新將佢個亡妻安葬喎。咁到底佢呢件事係一種極端嘅思念啊，定係咧宗教或者有啲禁忌交纏之下嘅人性嘅異變呢？咁等我哋咧代入角色去點評一下。譬如第一，如果你係阿黎文嘅子女，咁你會唔會咧夾硬即係強硬咁樣送走媽媽嘅遺骸呢？第二，如果你係佢隔離鄰舍嘅鄰居，咁你會報警啦，定係保持距離，由得佢自己自處呢？第三，如果你係黎文，咁你會唔會放手呢？即係或者到自己入棺材嗰日都唔肯放手。愛係一種內心嘅感受，亦都係相當偉大嘅。但係如果死咁抱住一啲咧已經冇生命嘅物件，咁樣嘅愛咧就變成咗咧係一種執念咯。身處其中嘅主角咧，佢自己就以為咧係非常之合理嘅，但係喺其他人嘅角度嚟睇咧又唔同咯。呢種行為完全係不可理喻，不能夠接受嘅，亦都難怪有電影公司將呢啲咁奇特嘅個案咧拍成電影擺上銀幕喎。而呢套電影名咧就叫做《開棺》，係台灣嘅電影公司製作嘅。好啦，呢個離奇古怪嘅故事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咁下次咧又揾個其他嘅話題一齊嚟分享過咯。好多謝各位嘅收聽，拜拜。